今仔新政府就任哦，台股开盘就以21,278点开出，随着去80点。来看过去的520行情，对2004年开始哦，有5届的历史经验，3届是大起。伫蔡总统哦执政8年，台股嘛已经起超过1.6倍咯，指数超过2万点哦，各地创新高。也毋过有学者嘛提醒讲，咱台湾搁面对通货膨胀，民众的痛苦指数嘛是搁真高。安怎来缩小和亚卡山的差距，是新政府的挑战。520政府总统就职，台北股市早盘以21,278点起19点起步，了后愈起愈济，盘中捌起80点，上悬来到21,338点，不过对高点调节未压出来。宽宏台积电对美国 ADR 行情落，上济落12块到823块。金融族群表现嘛偏弱，落幅度捌扩大。整体看起来台股应该是朝向多方发展，但是因为之前涨幅比较大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等待新的一些情势的变化，看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段。事实上，从2004年开始，过去5届历史的经验，520总统就职这一天，台股受起3届，起的几率差不多6成。其中2012年520马英九第2任期，台股指数已经来到7,192.23点。现在总统蔡英文主政8年，台股从2016年5月20日的8,131点，到第2任期的520，已经来到1,907点。到今年5月17日卸任进前，是收伫21,258点，其中大起13,162.49点，起1.62倍。那冲破2万点的大关，嘛创下历史新高。因为美国的政策不断的在金融市场上面，在8年前为了救市不断的放钱，形成很多热钱流向这个亚洲世界，所以导致股价这个大涨。不过，学者嘛提醒，在台股不断创新高的时阵，台湾通货膨胀的问题也是存在，加上民众薪水持续去互通货膨胀吃掉，痛苦的指数嘛得力压悬。安怎减少民众贫富的差距，嘛是新政府上任了后爱面对的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